讲打早阿婆后壁迄个，毋是因查某囝，规日对调的其实查某孙。讲带去甲人困真的受三百啊，讲甲孙困毋惊孙，腹肚会大。讲毋知敢影人安尼讲，伊只是负责听。讲若毋是真的，讲的人识得伊，才拢是命。讲打早阿婆后壁迄个，毋是因查某囝，规日对调的其实是查某孙。讲带去甲人困真的受三百啊，讲甲孙困毋惊孙，腹肚会大。讲毋知敢有影人安尼讲，伊只是负责听。讲若毋是真的，讲的人识得伊，才拢是命。